手机带迄个台北陪你伫倒去，听讲结婚的到有影，到有影。人拢在讲台北是足繁华的都市，各项物件拢总有足留恋的。问我是足久咯，我袂记啦，我袂记啦。但是阮就是一个无依无靠、可怜的查某囡仔，自细汉就无爸母，其实阮想袂来去台北，毋是要佚佗，是要去做了甲趁钱啦。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的代志，家己嘛着坚强，为将来为着幸福。伫台北虽然在头市所，我会认真打拼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出头天，出头天。车出门一个，沿途的司机带。迄个台北陪你伫倒去，听讲结婚的到有影，到有影。人拢在讲台北是足繁华的都市，各项物件拢总有足留恋的。问我是足久咯，我袂去啦，我会去啦。但是阮就是一个无依无靠、可怜的查某囡仔，自细汉就无爸母，其实阮想袂来去台北，毋是要佚佗，是要去做了甲趁钱啦。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的代志，家己嘛着坚强，为将来为着幸福。台北虽然在头市所，我会认真打拼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出头天，出头天。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的代志，家己嘛着坚强，为将来为着幸福。伫台北虽然在头市所，我会认真打拼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出头天，出头天。